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。我们何等喜乐，今日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来到你宝座前。求你用宝血洁净遮盖我们，使我们得洁净，能够进入到你的圣殿当中，能够到你宝座面前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你放下我们的重担，让我们能够单单自由的来到你的面前。求你的灵亲自来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好叫我们能够来听见你的声音。主啊，我们要遇见你，主啊，我们要看见你，主啊，我们要进入到你的同在里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荣耀的君王，我们欢迎你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，好不好？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起立。如果你们有身体不适，或者是需要坐着敬拜的，我们也非常欢迎你，因为我们的敬拜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、自由的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好不好？就让我们来跟旁边的人说：信耶稣真好。一起拍手。去找几个我们想念，或者是我们很久没见，因为这是一个长假，所以很多平常还没有回到家中的人都回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去找他，跟他们问个安，问平安。我们等一下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找几个人跟他问安。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。宣告主要受尽后，主要受尽后。
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再一次的继续来在我们神面前来敬拜。在我们第二首要敬拜之前呢，我想分享一下一个我们在圣经中很常遇见的一个人物，他就是大卫。然后我觉得非常喜欢他的地方就是，他虽然是一个国王，但是在经节中有讲到，当他看到约柜来的时候，他就是放开他的权人，他就是没有管他现在是国王是什么领导者，他就是全心的向神来敬拜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呢，想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今天可以用我们的全心来敬拜神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想邀请青少年或者是大人们一起来我们前面，邀请各位，好不好？抓你左右两边的人，他说我们一起到前面来敬拜神。我们邀请大家到这个前面的舞台来，一起来敬拜神，好不好？向神更靠近，来敬拜，来，一起来，来更前面，越前面是越年轻的，来，木旗要很前面的，木旗蛮年轻的，往前来，大家一起来好不好？或者是你们可以在旁边的那个走道也可以，大家可以比较伸展筋骨一下这样子。来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在我们教会如果要做那种大动作之前，就那种跳来跳去之前，因为我们怕大家的那个骨头都已经散了，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暖身运动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一起，你要跟着节奏，我们一起来跳，好不好？就是跳跃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个鼓手帮我们下一下音乐。你来跳，come on， 跳，来，跳，跟你旁边说哦，你其实很会跳嘛，对啊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用我们的全心来敬拜神，好不好？跟你旁边说，我们等一下用我们全心来敬拜神，一起来拍手。Come on。转说，你们也要跟我们一起跳啊！转过去，他说你要跟我们一起跳啊！好，再一次，我们来转一遍。Come on！ 在基督里有新盼望。日已过，不再彷徨，愿你荣光照耀。过去一切抛在脑后，因为我主已呼召我，望更亲近你。
举起我们双手，求主圣灵，求主圣灵降下你的名。准备跳起来敬拜，为什么？上。就在基督里，一生跟随你，一生跟随你，Destiny，永恒中坚定，万望之王，你是我所需，Destiny，Come on，Come on。Destiny，就在基督，我要一生跟随你。Destiny， 永恒中坚定。哈利路亚，才呼求圣洁。圣洁，圣洁，全人真神，全地歌颂你。荣耀救主，耶稣你彰显。更多呼求圣洁。圣洁，让我们举起我们双手，歌颂你，要救主，荣耀救主，耶稣你掌权，圣洁，圣洁，让我们一起来一首。向神来敬拜。One two three go， 好吧，举起我们双手。一生歌，更大声来唱。Destiny， 永恒中坚定。准备要跳起来了吗？One two three， 唱。就在基督，一生跟随你，一生跟随你。Destiny， 永恒中坚定，万王之王，你是我所需。哈利路亚！将我们掌声荣耀归我们神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可以把眼睛闭上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这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谢谢你，你为我们舍生命，你为我们流宝血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献给你什么？我愿放下一切，那些荣耀我的冠冕。我愿放下一切那属世俗的荣耀，我愿放下我的面子，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。因为我们所摆下的，我们
是你所喜悦，我们将我全部，不管多或少，来献上给你。主，你称我们为圣徒，我们要来跟随你。今天我们渴望听见你的声音，求你亲自来对我们唱歌，求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，就在我们的身旁运行你的灵，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将恳求祷告，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众圣徒，众圣徒与耶稣。终将我放下，我面在羔羊座前头敬拜。主，你配得所有，主，你配得所有。有都归于你，我有也归于你，你是配得荣耀，主你配得，主你配得所有，主你配得所有，万有本于万有都归于你，万有也归于你，你是配得荣耀。众圣徒，众圣徒与耶稣，丰富宝座前，终将我放下，冠冕在羔羊座前同敬拜。我们一起唱，众圣徒在这里，众圣徒与天使，丰富宝座前，终将我放下，冠冕在羔羊座前同敬拜。主你
主啊，虽然我们不完美，我们时常犯错软弱，你从不撇弃我们。有什么东西是比来敬拜你还更重要的呢？有什么东西是比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更重要的呢？是我的课业吗？是我的工作吗？是我的面子吗？主，你爱我，你爱每一个人。我们要用祷告，要用敬拜，每一日每一夜的来到你面前，扬起我们的声音。每一日每一夜让祷告升起，每一日每一夜让敬拜升起，每一日每一夜让祷告升起，每一日每一夜让敬拜升起，每一日每一夜让祷告升起，每一日每一夜让敬拜升起，每一日每一日每一夜让祷告升起，每一日每一夜让敬拜升起，扬起我们的声音，每一日每一夜让祷告升起，耶稣，每一日每一夜让敬拜升起，每一日每一夜让祷告升起，每一日每一夜让敬拜升起，主你配得所有，用我们的声音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你是配的，我要奔于你，我要越归于你，更多更多。你是配的荣耀，主我要献上，主你配的所有，主你配的所有，我要奔于你，我要越归于你，你是配的荣耀。亲爱的主，你是配的荣耀，我们愿意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再次感谢您，让我们来到圣殿当中，透过敬拜来领受你的恩典。我们也恳求您大能的恩典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让我们因为同心的敬拜，让我们充满在你的恩典当中。感谢神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